大家好啊，第一次見面啦，我咧就叫高生，咁啦一路以嚟啊，都係King Sir 同大家去傾偈啊，咁樣講下MIRROR啊，或者係姜濤咁樣嘅。咁咧今日好高興啊，因為King Sir 咧俾個機會我可以喺呢一個頻道嗰度咧就開始講下自己嘅感受啦，亦都可以同大家去講下呢排最好嘅新聞咁樣噶。咁我講嘢咧就可能有少少唔係好正啊，因為我啲中文唔係太好。咁亦都多謝 King Sir 今次俾一個機會我去練下中文咁樣啦。咁大家多多指教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係我睇完一段嘅影片，就叫做姜糖好人好事啊，感動人心噶。咁呢段片咧我有啲感受，睇完之後啦吓，咁坦白講呢段片令我非常之咁深刻嘅，因為好多嘢令我咧反思同埋感動。咁唔單止係因為姜濤咧呢位年青人嘅魅力啦，咁亦都係因為佢身邊嘅粉絲姜糖嘅真誠同埋付出，令我覺得其實支持偶像唔一定咧就空虛或者係盲目嘅，反而係可以係一種社會正向嘅力量嚟噶。咁睇呢段片之前我對於粉絲嘅文化印象咧一直咧都係比較普通噶，甚至咧有時會覺得粉絲可能會即係太過瘋狂啦，有啲唔理性。但係睇完呢段片之後咧，我發現呢班粉絲嘅行為真係好值得令人敬佩啊！咁佢哋唔單止係追星啦，咁更加係用實際嘅行動咧去幫翻呢個社會普羅嘅大眾，幫助咧係有需要嘅人。咁佢哋嘅熱情同埋善心咧係真係好有感動我噶。咁呢啲行為令我非常之明白到咧，粉絲嘅群體咧其實可以成為一股咧正面嘅社會力量。只要咧你個方向係啱嘅咧，同埋大家有心咧，呢種嘅力量係可以令好多事情都變得更加好噶。咁我亦都好欣賞咧姜濤本身嘅態度咧，佢係一個好正面嘅榜樣。唔單止係歌手或者係藝人都好啦，佢更加係一個有社會責任感嘅年輕人。佢用自己嘅影響力去鼓勵粉絲咧去做善事啦，推動大家互相關懷同埋支持噶。咁呢點係我覺得好值得學習嘅一個態度啊！佢唔係咧淨係喺台上面閃閃發光噶，私底下同埋生活裏面咧都積極做緊啲有意義嘅嘢噶。咁呢種態度真係好值得我哋每一個人借鑒啊！咁講開呢個正能量啦，我覺得而家喺呢個社會上面咧，好多人都有覺得好大嘅壓力，生活忙到有時間咧都係冇時間停噶，甚至係會覺得自己好孤單同埋無助。咁呢啲時候咧，如果身邊有一個人可以用正能量去支持你、鼓勵你咧，或者有啲善意嘅行動，令到你覺得呢個世界仍然係應該有人情味嘅咧，呢啲先係最寶貴嘅嘢啦。咁姜濤同埋姜糖咧，用佢哋嘅行動咧，喺好多人心裏面播咗希望同埋溫暖嘅種子，所以令我感覺到非常感動。所以呢段片我唔拍唔得噶。咁我睇完之後都開始喺度諗，其實自己喺日常生活入面咧，究竟有冇做到啲乜嘢可以推動到呢個正能量出嚟嘅咧？咁我諗翻以前咧，可能平時我太忙，有時都會忽略咗關心身邊嘅人，或者未必會主動去做啲幫人哋嘅嘢。而呢段片咧，提醒咗我唔需要做到啲好大好重要嘅事，但係只要一啲細微嘅善意咧，譬如話幫需要協助嘅鄰居啦，喺街上面嘅人對住人陌生人都好啦，微笑一下，同朋友分享一啲正面嘅故事，其實都非常之有意義嘅。呢啲善意咧，其實係可以傳染噶。
咁當我哋開始播呢個種子嘅時候，身邊嘅人都會受到我哋嘅影響，慢慢就會令呢個世界變得更加嘅美好。咁喺我自己嘅經驗入面呢，我都試過見到好多人喺壓力之下好唔開心，甚至喺社交媒體上面講負面嘅嘢。其實我明白到呢啲情緒係好難避免噶。如果大家都能夠多一啲散播嘅正能量，多啲互相嘅關懷，世界呢係真係會變得唔同噶。我相信每個人都有力量去影響周圍嘅環境，就算係一啲微不足道嘅動作都會有連鎖嘅反應噶。另外呢，我亦都覺得社會係需要更加多呢啲由下而上嘅正能量推動噶，唔一定要政府或者大企業先做，就好似姜濤同姜糖咁樣，係由佢哋自己開始，然後帶動更加多人嘅參與，形成咗一股正向嘅力量。呢個過程之中我哋可以見到人同人之間嗰種真誠同埋關懷，亦都令我更加有信心去相信社會裏面其實仲有人情味。咁而且呢，我覺得姜糖呢個粉絲嘅群體之內呢，咁有力量，係因為佢哋互相嘅支持、互相嘅鼓勵，呢種嘅團結同埋凝聚力真係非常之重要。尤其係喺而家呢個分化比較多嘅社會層面上面呢，只要大家能夠聚集起嚟，向住正面嘅方向努力，係可以改變好多嘢噶。睇完呢段片我都反思咗好耐，我嘅價值觀同埋生活態度究竟有冇啲咩係需要改變嘅呢？我希望自己唔好淨係被動去接受一啲資訊，而係主動去影響身邊嘅人。呢種嘅正能量嘅傳播唔一定要好誇張，甚至只係一個微笑、一句問候、一啲關心都可以做到㗎。最後我想講嘅係喺今日呢個資訊爆棚、節奏快得驚人嘅世界呢，大家有機會停低感受下呢啲善意同埋正能量，真係好難得。唔記得講添，呢段片呢係睇咗一位叫做月山女王講下出嚟嘅。咁佢講下呢個姜濤姜糖一家親暖心嘅故事，無私獻出親簽機會超感動嘅呢一段影片噶。咁呢段影片呢帶俾我好多溫暖嘅內容亦都好多謝姜濤同埋姜糖用心做好咗好多嘢，但我相信呢個善良同埋正義依然係存在，所以希望大家由呢個故事入面呢去攞到一啲力量，繼續用自己嘅方式去發光發熱，令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今日我就講到呢度啦。咁呢，我第一次去講呢篇嘅文，咁睇完有呢啲感受，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我講得唔係咁順暢同埋咁好啲中文。咁希望下次 King Sir 亦都俾個機會我繼續去講下啦。咁亦都希望大家都中意聽我講嘢。如果你都中意繼續聽嘅話，你就可以喺下面留言區話俾我聽同埋 King Sir 聽。咁下次有機會再聽到我去講下我嘅感受，同埋講下最新嘅一啲新聞咁樣啦。咁我就叫做高生你叫我高生，咁或者阿高都得嘅，好冇啊？咁多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次呢有機會再見啦，拜拜。